门佚佗爱注意安全，水上乌托邦是垦丁热门的活动之一。顶个月有一个小姐去垦丁耍这个水上乌托邦时呢，好强烈水条喷伤这个尻川，回忆日流。其实呢，类似钓上案例因过嘛真济。医生讲，这个水上乌托邦这个强烈水条是消防水条的80倍。耍水上乌托邦上好爱穿保护性较好的畅水味的衫裤，也是呢加套一领下水底裤来保护。 骑水上乌托邦飙车真刺激，甩一个后斗，互速度更加紧。不过，数一个小姐伫咧8月份来到垦丁南湾耍水上乌托邦时，被喷起来水喷到着伤，互伊的喷口流真侪血，互紧急送到病院抢救。喷射到私密部位，我们外科医师跟他做了紧急的止血处置。那同款的意外，伫咧过去就发生过几落摆。2005年，一个查某游客坐水上乌托邦，去水喷到伊的下身，互子宫头被开。2017年，一个小姐坐水上乌托邦摔后斗时，嘛去水。 冲去伊的下身内底，互阴道含喷口着伤。有业者就讲，水上乌托邦后边出口喷射水流，加上水尾离心力，会互水喷啊真强。水上摩托车的强力水柱是消防，有人统计过是那个消防水柱的80倍啊。如果说他就有穿泳衣的话，一般都没有办法经得起那个强力水柱的那个冲击。我自己是不会担心，就是要听好教练的指示，对，然后救生衣也要穿。 医师提醒，女性骑水上乌托邦上好穿畅水面衫，或者是加弄一领下水外裤来保护下半身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